好，也伊朗这三大核设施是伫咧地下，美军咧攻击着出动 B2精灵战略轰炸机。这种轰炸机在阵地段就起崩，也这种轰炸机咧做哦是爱21亿的美金，这个数字是美军历来上介贵的作战机。也今嘛呢，美国敢若做21架出来，也这种轰炸机唔来当载载武器，甚至是核子武器哦。也这种轰炸机呢，佮用雷达吸收的材质，角度嘛有特别去设计。总身的能力真好，敌军是真恶去侦测。在密苏里州空军基地，就是国式 B2精灵运行轰炸机。这种军机造价21亿美金，是美军史上上贵的作战机种。到即马，美国干那生产21架，除了用在多样化常规武器甲核武，也佮用雷达吸收材质甲特殊角度设计，雷达反射这面积亲像鸟的赫尼细，敌军无法度掠到。它有非常高的航程，然后极高的逆动能力，非常难以被雷达或者防空系统发现。那另外当然就是它载弹量也很大。美国如果要确保完全不会有损失，可以就是毫无阻碍的穿透伊朗的防空网回来的话，那就是 B2这样的机种。以色列甲伊朗交战时阵，美国正式介入出动 B2精灵战略轰炸机空袭伊朗3个核设施。美军这摆行动也用真一条大型阵地弹，穿透力达到61公尺，用摧毁世上防御上强的地下结构。因为美国心知肚明，全世界只有美国，这个 B2隐形轰炸机，搭配所谓的这个碉堡克星，才有办法去，这个摧毁深入地下带80公尺的浓缩铀的设施。学者分析，川普拍破46年来的红线，公开加入伊核战争，土匪线除了进前美伊核谈判不如预期，伊朗愈来愈相关的核能力威胁以外，以色列积极游说川普强烈支持以色列立场，也是可能原因之一。美国这摆出手，某一种层面也是透过一定的军事武力试点，中间对中国拉起来合作能力，后续后行依然爱进一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